創世記第42章第1節，雅各見埃及要量，就對兒子們說：你們為什麼彼此觀望呢？第2節，我聽見埃及要量，你們可以下去從那裡為我們滴下來，使我們可以存活，不至於死。第3節，於是約瑟的10個哥哥下埃及去滴量去了。第4節，但約瑟的兄弟騙雅門，雅各沒有打發他和哥哥們同去，因為雅各說恐怕他走開。第5節，來滴量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兒子們，因為迦南地也有饑荒。第6節，當時治理埃及地的約瑟跳出量給那眾民，就是他。約瑟的哥哥們來了，臉伏於地向他下拜。第7節，約瑟看見他哥哥們，就認出他們，卻裝作神人，向他們說下人力的話，問他們說：你們從哪裡來？他們說：我們從迦南來滴量。第8節，約瑟認得他哥哥們，他們卻不認得他。第9節，約瑟想起從前所做的那2個夢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是見蛇來窺探這地的氣息。第10節，他們對他說：我主啊，不是的，僕人是滴量來的。11節，我們都是一個人的兒子，是誠實的，僕人們並不是見蛇。12節，約瑟說：不然你們必須窺探這地的氣息來的。13節，他們說：僕人們本是其中12人，是迦南地的該人的兒子，但小的現今在我們的父親那裡，有一個沒有來了。14節，約瑟說：我講說你們是見蛇，這些話是猜不錯。15節，我指出法老的性命意思，若是你們小兄弟不到這裡來，你們就不得出這地方，從此就可以把你們的奸淫出來。16節，是要打發你們中間一個人去，把你們兄弟帶來，至於你們都要囚在這裡，何飲奸淫你們的話盡不盡？若不盡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意思，你們一天是見蛇。17節，於是約瑟把他們都下在監裡3天。18節，到第3天，約瑟對他們說：我是敬畏上帝的，你們照我的話行就可以存活。19節，你們如果是誠實人，可以留你們中間一個人囚在監裡，但你們可以帶出糧食回去，叫你們家裡的饑荒。20節，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裡來，如此你們的話便是真正，你們也不至於死。他們就照樣行。21節，他們彼此說：我們猜兄弟先後是猜要罪，他哀求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見他心裡的愁苦，卻不肯聽，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。劉偏偏說：我豈不是對你們說過，不可傷害那孩子麼？只是你們不肯聽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們追討。23節，他們不知道約瑟聽得出來，因為在他們中間用同時傳話。24節，約瑟轉身退去，哭了一場，又回來對他們說話，就從他們中間跳出四面來，在他們眼前把他捆綁。25節，約瑟吩咐人把糧食裝滿了他們的器具，把各人的銀子歸還在各人的口袋裡，要給他們路上用的食物，然後照他的話辦了。26節，他們就把糧食倒在路旁，離開那裡去了。
27日，到了初熟的地方，他們中間有一個人打開口袋，拿出了賄賂，才看見自己的園子現在口袋裏。28日，就對弟兄們說：我的園子歸還了，看啊，現在我口袋裏。他們就提心吊膽、戰戰兢兢地彼此說：這是上帝想我們做什麼呢？29日，他們來到迦南地，他們的父親雅各那裡，將所造孽的事都告訴他說。30日，那天的就對我們說嚴厲的話，把我們當作窺探那天的見識。31日，我們對他說：我們係善舌人，並唔係見識。32日，我們本係上天12人，都係一個父親的兒子，沒有有一個沒有了定效的如今同我們的父親在迦南地。33日，那天的就對我們說：若要我知道你們善舌人，可以留下你們中間一個人在我這裡。你們可以帶出糧食回去，叫你們家裡的饑荒。34日，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裡來，我便知道你們不是見識，乃是善舌人。這樣我就把你們的弟兄交給你們，你們也可以在地做買賣。35日，後來他們多口袋，不了個人的園子，包都在口袋裡。他們父親看見輪包，就都害怕。36日，他們的父親雅各對他們說：你們是我賞識我的兒子，若是沒有了，示面也沒有了，你們要有將片衙門帶去，這些事都歸到我身上了。37日，劉片對他父親說：我若不帶他回來交給你，你可以殺我的兩個兒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裡，我必帶他回來交給你。38日，雅各說：我的兒子不可與你們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就先下他，他若在你們所行的路上坐開，那便是你們使我白白蒼蒼、悲悲慘慘的下陰間去了。